受疫情影响，民众会当减少出门就减少。其中，台南传统市场伫经济发展局的辅导，目前有5大市场甲商圈，拢甲小短腿等外送平台合作。民众只要购买500块的新鲜箱，就当帮你配送到厝。政府佮补助运费，只要39块，欢迎市民多多利用。防疫 stay home。美食新鲜售，那这目的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赶快结合我们现有在市区内的商圈，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场。所以目前经发局这边我们择定了5个市场作为目前的示范，包括我们的鸭母寮、我们的崇德、开元、东泰市跟永康市场。那这个部分的操作是非常便利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直接用打电话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一个市场它都会有订购电话，毕竟我们的传统市场里面很多的老人家。所以老人家他最清楚的是他了解那个市场，然后他可以直接打电话。所以在市场里面呢，我们也透过自治会的协助，自治会会长的协助，然后我在自治会里面配了一个专门来处理接电话以及配送的相关的人力。那当然这里面也感谢市长的支持，所以我跟我们在地的这个小短腿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外送的服务的单位来做一个合作。那本来0到3公里的部分呢，是89元，那由市府来补贴50元，所以实际上只要39元就好了。那因为什么在市场这些是比较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Uber Eats 或 Foodpanda 不一样 ，Uber Eats 跟 Foodpanda 的部分基本上它会有抽成，3成到3成5不等。那我想这都是非常我们的市场这些都是非常辛苦，而且其实它的这个量都是很低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另外一个服务，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市场的部分呢，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新鲜箱，这个大概是500块的价值，它会将菜肉各项的部分帮你配种在一起。记者会中，东菜市、开元等传统市场的驻地会长马龙教场，肯定该外送平台模式大大降低对摊商的冲击，对民众业者甲消费市场拢是三赢。这站外送平台的业绩订单来讲的话是增加足济，所以因为即摆这消费者大家拢在家嘛，所以无人敢来市场，所以呢，阮这个外送平台这个部分呢，业绩是真正最近成长了足济。摊商都满意对啊。摊商大嘛都满意，因为有生意做，因为市政府帮市场处帮阮做这个推年过来，帮阮做这个电商平台对阮的摊商来讲是一个实质的帮助真大。防疫记者会中，市长嘛伫遮敲电话去传统市场落单，积极替外送服务来示范，大家嘛真好奇到底市长点了什么。喂，你好，这里是东菜市新鲜送订购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呢？我要订那个菜呢。订菜，蔬菜箱吗？对啊，我要订那个满族菜肉香。好，一个满族菜肉香。它里面都有用配料配好的嘛可以。还有一个满族菜肉香是吴妈妈自然农法蔬果站嘛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民中鱼丸鱼翅羹，比较喜欢吃鱼翅羹。好。现在摊贩甲夜市拢袂当营业，传统市场的摊商透过外送也有生意做，甚至业绩个成长嘛开拓新的商机。台南新闻郭文吉、张硕维采访报道。